朋友大家好，我是汪小 K， 欢迎大家收看出面大会。今日呢里都是突然滚入嘅回旋，看到了团府嘅景色非常嘅正哦。不过在了大部嘅动正规嘅左脚生态，让怕记得为从嘅系必送嘅高。左脚系会用嘅做类才是蒙过后，而且所累积，经过加帮眼、加牵眼嘅作用，新鲜嘅动物环境嘅左脚体，既有保护会眼、维持生物嘅多样性，还有环境教育嘅多重价值咯。不过大家也知，了30年内嘅工业发展对左脚嘅生态产生嘅动态嘅破坏。其实道理下来讲，政府部门还有民间团体，其实都看到那个左脚嘅保育做唔得嗰定下去咧哦，其实我要喊佢自己嘅作为，所以讲政府部門到底運用辦嚟做，民間要用哪條嘅法律做得對運用發展咯。今日出面大會到呢度嚟突然嘅新聞，為求大家從起來研究那個左腳嘅中間學者，還有政府部門，包含農委會、林務局，還有人政府農業局呢片，為共下來探討到底那個左腳嘅生態運用嘅嚟保育。當然，才提嘅民眾出面嘅聲音，也因大家都共下關心嘅哦。等下因都會去到那個新聞，最大嘅業務總辭解答啊，嚟老鄉親朋友共下開講。開會了！yan批為大家來紹介基本參加嘅特別裏邊，第一位我哋會看到係民進黨嘅立委吳怡靜吳小姐。各位觀眾朋友，還有大家好。好，非常歡迎立委哦！我哋聽會紹介嘅公盤嘅代表係土然人農業局直播課嘅課長傅淑芬傅小姐。各位鄉親大家好，我是桃園縣政府農業發展局的代表畢信湖，很高興今天來到這個會場，謝謝大家。副科長歡迎你。第三位裏邊嘅紹介嘅係那個農委會林務局嘅保育組長管立豪管先生。各位鄉親大家好，我是林務局保育組組長管立豪。第四位裏邊係負責嘅代表為大家紹介係農委會提升中心嘅副研究人員劉清怡劉博士劉小姐。各位鄉親大家好，我是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劉靜瑜。非常歡迎四位來賓都來參加安尼出面大會，今半日都針對突然左腳呢個開講哦，也先利用短而分鐘嘅時間，為鄉親朋友來紹介到底左腳到安尼個生法有乜個關係哦。先條過兩種圖，安尼來到大家紹介哦。其實就負責嘅調查研究，都全台灣來講，呢下分布有左腳生態嘅，大體係3個位所。睇看到最片片係新北市，都3至到3萬個兩大波，含有19公里嘅左腳。香港時候咧，向南片看到就係土然人，因為下流浪嘅所在吼，有了解全台灣最大嘅左腳生態。香港最南片到恆春半島，在東南片兩大波，也有部分嘅左腳啦。咁個佢嘅規模也好，又係講身上嘅年份也好，都冇土然左腳安排。所以其實講起到呢個土然左腳，在台灣係大條面係第一點重要嘅。看到就來到重要呢，佢規模最大嘅，大約有27公里安充有動物環境嘅左腳生態哦。它個嘅年份也係最早嘅，學者是用碳元素來探測吼，佢個生成的年代大概有2到7千年。唔過呢，雖然講佢個規模最大，佢個破壞也係最多嘅哦。大概有3公里都冇辦法來生存嘅哦。它個另一種圖案呢對群，起腳那個突然左腳到底佢破壞嘅情況係樣板顯。你看到兩種圖哦，其實突然人嘅左腳跳下講到係台灣第一點最多規模最大嘅吼，佢大體喺度台南鄉嘅竹圍5公，而且向南片連接到了個新屋鄉嘅遠往5公兩片，大體僅僅有27公里安充嘅位所，全部有動物環境嘅左腳。咁個跳下又講到咧，你工業發展30年內，其實對兩大筆嘅左腳生態產生嘅動嚴重嘅破壞哦。看到有全長39公里嘅全土然人嘅海岸線之中，有27公里哦，大體3公里以上，全部咧下已經破壞強，也就係講到觀音以北中土然還有北土然，當多嘅正規左腳生態都已經受到破壞，所以講咧下保護嘅措施很符嘅差符唔差咯。問題啱譬如咧強調呢個劉博士哦，博士，我想請教一下。
针对你这么多年对在地藻礁的研究跟观察，你觉得现在藻礁受到立即破坏性最严重的是在哪里？桃园的27公里是本来是应该是连续的，但是现在有一些礁体已经被挖掉了。那大潭电厂以北的那些地方，因为工业区，有3个很大的传统工业区，所以在那边的藻礁是，没有生物，然后礁体上面，藻类也死掉了。那现在可以看到还有存活的藻。那我们现在要先讲一下哈，藻礁就是因为有那种石灰藻在，这种石灰藻慢慢累积，然后形成一个礁体。那里面会有很多的生物，那我们只要看里面的生物还有没有存在，还有藻类有没有存在就知道了。那可以有现在还有活的生物的，最主要是在就是大潭电厂的那个凸体，一直到永安渔港这个凸体。那现在这个地方哈，因为有一些污染已经慢慢的进来这一个区域了，所以这个区域的那个生物呢，渐渐的减少的那个速度还蛮快的，所以我现在很忧心，就这样子做的，这样子做的几年，2006年在做的时候，就在这个季节，就是4月到5月的时候，我可以看到很多人，大概在晚上就是大潮的晚上，会有将近50-60个，或是甚至上百个人，就在海边这样子捕捉那些海洋生物，包括侏罗啦，还有一些那个蟹苗。但是现在呢，只有剩下我们夜钓的人，没有人在晚上去调查，所以我们都不用看那些数据，只要看有谁愿意去那边捕捉生物，就知道那个指标了。对，就是知道那个生物的量减少的速度。我请教一下，如果说现在的污染没有改善的话，你看几年之内这些藻礁就会全部死光光？如果污染的速度再快，然后我们那个还有一些很不宜的措施的话，它可能以这样子的速度1-2年，可能就会进入黄昏，或者是进入交互病房。对啊，进入交互病，就是这一块可能跟北边的藻礁一样，就是会看不到生物那样子。中央的主管单位管组长，我想请教一下，看到这样子硕果仅存罕见的生态了哈，藻礁生态价值，我们中央主管机关看到的这样做法，你们规划是怎么样？会要怎么样来保护它？其实当然，藻礁面临这些问题，一定要设法去解决嘛。因为刚才其实刘博士也讲得很清楚，如果这些海域的污染啊、事业体跟凸体效应这些如果没有解决掉的话，其实藻礁还是没办法来挽救的啊。所以说这些其实是我们目前反而是更要立即去解决的问题。标管都匆匆27公里安冲改突然染改那个藻礁，台提入3公里都洗强了哦，是寸头和很珍贵的硕果仅存嘅部分，就在那个西盆落海1.7度那个远岸俩大本后府海俩团哦，台体有4.5公里嘅位数是俩下，和保顺人非常完整，佢嘅教体完整性，还有佢嘅生种属图，还系广东河嘅理想嘅一个状态，和卫星人又安用快500公尺，高大有4公尺，当然随着潮汐的上下来回走动，那个4公尺的那个它就维持在潮间带，它嘅这种面积哈，台体有200公顷，那系最少，当然。包含在这边浅潮区带可能还到300多公顷，它的形成时间刚刚讲到了哈，最长可能有到7000年。我在请教接下来2位来宾之前，我想先邀请来宾还有我们的观众朋友也一起来看一段新闻影片，它的内容是关于线下这些桃园藻礁、这些关心藻礁所受到的极客的污染。是自雷岛突然幸福界回顺，被偏移派动态界风力发电机，在盆落海出回桥该大波界台滩发电厂，沙巴村风木乃做界波，还有小破块，各种开发工厂，还有人工设施下，还有部分界造礁和上呢，也经过假千年累积界较暗体，系生命界起波盆。来说是啊哈，也系来哩哈抽水啦、料的最好所在啦。秋菜5年是末尔，也到要界回顺，有民众协助规片界海水都富疏疏，看到围江。当地民众讲，军人攻入去界工厂买暗管，凊彩派澳洲水，早就唔系容易嘅事情咧。环保单位提出嘅加强雷查，防止安用界冲突送回经发生。那我们环保单位为了要比较谨慎啊，我们希望的。昨天也去采了这个附近的水体的水样跟厂内一个水样，要做个比对，来确认这个的确是这家厂商排出来的废水哈。
研究调查都重要，不过强强为母体嘅助教和做得固定几多年咯。係講冇強制嘅法律，然後行政嚟執行，也批改革了下有嘅污染情況，然後加強生態保護，強化環保團體最少嘅，等到調查做好，助教也冇體力，按用嘅一份教理，唔係公小課嘅。在양片地圖看到用副所嘅回用情景動電影獎哦，媒體會強調你嘅5里位哦，像剛剛看到好神奇的畫面哦，本來是湛藍的海洋，卻變成黑色的，今天又傳出變成紅色的。您問這一項關心的是環境生態跟公益哦，看得心不心痛？看到講吼，嗰種嘅工業企業嘅排水吼，明明按採體嘅人吼監測吼，看到嘅水明明係污嘅，明明有粗，明明都唔免講吼，搶嘅水排出來。但是呢，特別吼，就是報給嘅環保局嘅時間吼，唔點樣嘅。部分環保局寄來到現場吼，差唔多隔個幾點鐘以後哦，嘅排嘅水所變搶嘅，無都吼，嘅惡臭的部分吼都減強。那當然經過嘅個抽檢嘅部分，都會發現講，儲出來嘅水吼都有可能有符合嘅規定標準，所以特別做都做唔到。按江嘅海水，按江嘅水吼，應該是吼本期槍啪啪嘅水，但是你看。一下按觀音嘅海水咧，全部糊嘅水，你用嚟嚟看，嚇，一種嘅糊嘅水，對按自家本來按桃園鴉片嚇，最引以為傲嘅就是第二桃園上空看到都按到皮桶和按到水池，結果我們現在藍嘅嘅水桶水池完全會變糊體的，那變糊體的以後就表示乜嘅？水冇辦法帶人，冇辦法種東西，冇辦法用入水嚟，那。包含一海筍的一個藻礁，它也沒有辦法生存。科長，我想請問一下，剛剛我們看到影片中這樣子令人觸目驚心的畫面哦，我知道過去縣政府也辦了好多相關的活動，叫做吶喊藻礁哦，也是希望能夠呼籲到大家來重視藻礁保護。顯然在過去我們就看到這一塊它的迫切需要保護的重要性了哈，你們的看法怎麼樣？基本上藻礁的保護一直是我們縣政府努力的方向。那在民國96年的時候，我們知道了藻礁的存在，因為媒體的披露。在這中間我們一直都在很注意、很關心這個藻礁。然後但是我們因為地方政府在這個地方，然後所以我們大概知道了，就是說藻礁影響它的原因。目前有4大個變因，可是這4大的變因都不是4大的因素，都不是政府都不是縣政府的工程，或者是縣政府的政策，政策形成的。那我們現在目前最短期的時候哈。最短期的解決方法就是說，我們現在除了最近開始加強稽查之外，另外我們就是剛才我說的，就是說拿1000萬出來，然後做進行委託研究，希望能夠找出科學的方法，然後來找出我們怎麼樣拯救藻礁，然後怎麼樣讓藻礁重新恢復生機的最好的方法。所以也看到了立即線下的污染，它是最令人害怕的哈。如果要保護藻礁，可能污染的杜絕這方面是一個重點哈。你今日來到現場，也會來談一下，你採題包含新武鄉還有觀音鄉嘅客家鄉親哦，做得讓你講一下麼？超過無論係你實實度採兩篇題哈，讓你講一下超過改片嘅回岸嘅生態環境，然後你下強用冇強用，該用是係唔係？了解政府嘅多樣性涵蓋豐富，有滿意做得讓你分享一下麼？我是榮興村嘅米，啉榮興村嘅水睇，所以我細細解下，那個藻礁是，如果是這個時候，它會一片綠綠的海藻，海菜，就像台北市的那個神秘海岸一樣。現在有很多綠綠的海菜，可是現在沒有。剛才那個畫面只有一點點。本來是我小時候那個綠道，我們可以去把它拔回家餵豬。那些藻類啊，對，綠綠的海菜，然後還有是海珊瑚。那石頭翻起來，不僅是剛才看到的那個海螺，還有很多的螃蟹，還有小蝦。我覺得小時候我們只要去那個海邊，去那邊找石頭，就是我們的樂趣。呢度你下有看到馬街污染，係呢度水桶先緊咯，要滿意做啲分享，你介紹一下好嗎？有2塊藻礁啦，哈，一個是在觀音。那我前幾天再去看的時候，一隻到觀音，一隻到你倆幸福。
啊，俺也观音改篇款改啊，哈，该篇的藻礁千亩死气沉沉，半上席啊，对，那我又到我们自己新屋这边的藻礁来看哈，因为那毕竟跟那个污染源有比距离又也远一点哈，所以讲离啊片的哈，俺很动上验到路转一槽。所以你系看到片的路俺唔敢验，俺该空心得的啦。还是因为那个回顺又动到改共从共入去的欧洲水。对，那跟我小时候所看到的完全不一样，那个的生态丰富哈。你也冇大了，已经可能你也猜错吼，你也问啊，像个下落几80人岁，像了90人岁，你也论问去吼，去讲了几篇故事多啦。哦，上东多咧，上东多哦，上东多咧。你下受到污染东多。以前的吼，青菜啥都有，啊到你下落吼，冇买有咯。哦，所以你也冇办法做咧，冇办法做到啊。啊，冇咧，还那种冇咧啊，调下冇啊。以前哦，青菜处处都有。感谢你给阿爸抢走。委员，你读新年每个时节在立法院又举办这个藻礁的公听会，该用心，你就要提醒嘛个协议，也系讲强势，用啊咧具体保护那个藻礁，那方面你就系嘛个想法。其实今年立法院有那本人，还有民进党的蔡立群委员，还有民进党的田秋瑾委员，那另外又邀请国民党的邱文彦委员那其三个都针对亚哈到底人家新妇管营鸦片的藻礁，用哪一条的法律来保护？那当时公听会的时间，因为讲亚哈目前做的行的清后的方法都根据文化资产保存法跟自然地形的方式，主要都将这个范围清出来差不多做出来范围有多大，然后就大家都公布要求县市政府都桃园县政府来公布给自然地景的自然保留区，因为你只要挖起了以后一只自然保留区，它都没办法去破坏它，甚至就是有一些积极的保存作为，或是在自然保留区里面，你都做得开始，你要用的保护去，用的研究，用的积极的进一步做一些保存行为，其实就可以做。是，但是当时公听会立法院的公听会的共识，都希望讲桃园县政府鸦片加盖了公告。那如果说他没有公告的话，都由我们中央跟农委会跟林务局寄来公告。是，但是到今日为止，这唔点样的跟林务局鸦片也冇推公告，那桃园县政府也冇任何的回应公告的部分。好，这边我就要请教胡科长，针对那时候公听会的决议，那现在我们的进度呢？原则上我必须先讲一下，就是说我们县政府这边认为自然保留区它的破坏不发生在保留区的区内。然后不发生在藻礁的区内。假如今天我们用法规把藻礁区给划起来，但是我们却没有办法去对付第一个外围环流外围洋流带来的海潮的影响，还有就是漂沙的影响、突堤的效应没有办法解决。另外海水的污染，它也是从外在的环境来的。所以桃园现在划这个保护区。并不是说不愿意划，而是我们是希望拿出真正的解决的方法，因为划设不是真正的解决方法。你们的真正解决方法是什么呢？我们认为第一步就是先从污染防治开始。污染防治的话，我们桃园县政府，以桃园县政府的立场，它可以做加强稽查，所以现在我们已经在做了。最近我们环保局不停的出动，甚至在大雨期间，也是就是用埋伏的方式，然后找到了一些污染，然后所以基本上我们认为第一步要真正的去做这件事情的话，就是第一步我们先从防治污染开始。那至于划设这部分，我们是认为一定要有科学的数据，找出解决的方法，然后我们才可以划设，因为一个划设就是一个行政处分。委员，你认同吗？污染的部分，后顺共慢人工做的污染，不管有没有划设，当然都不能排放污水、黑水嘛。所以你划设了之后，你才会知道说，那里面确定划设自然保留区的范围之内，你就是不可以破坏。那甚至有个积极的保存行为一定要做。那至于说工业区排放这个污水部分，如果说有警告，也还讲排放污水在是邻近的部分，因为样向到跟自然保留区的部分，你更是可以去确认保留区范围之内到底有没有污水排放，有没有黑水，有没有其他的那个污染的水源的部分，或是工业区绕流排放的部分，你也会比较容易去特定，要靠后查。所以我就不懂，用了一听哦，马该做得好。
吼，污水排放都100%无办法呗。研究出来以后咧，当然挖起来讲哦，亚当来保护，甚至还要研究完它确实有值得保存的之后，张欧来同意挖起来，这样来保存。那我是认为这样子反而是本末倒置，因为等到我们研究好了，等到你数据确信了，等到你全部污染的部分做退嘞，排泄哦。早教有可能就已经死亡了。谢谢委员，行动先于研究哦。问题我也要请教管组长。过去其实，在3年半前，我们就知道已经通过审议，要列为暂定自然保留区。空转3年半，这是为什么？这一部分其实就牵涉到那个经费认同的问题，因为我们中央认为说，那个一个保护区的规划，事实上可以分年来规划。那不需要一次达成，可是县政府认为我们经费给的不足，所以就有一点争议，这是彼此上的认同比较有差异的。因为我知道村民希望的是能够急迫保护嘛，所以其实在法规里面，可能以暂定地景的方法来制定是会比较好一点。那至于要公告的自然保留区，真的是有一定它的程序。这个部分谢谢管组长告诉我们哦。其实刚胡科长提到，在划定自然保留区有一定它的公告的程序，所以县政府现在迫切需要做的就是研究资料的建立哦。那这边我就要请教刘博士了。现在这个所谓的关心早教，在你的研究你所建立的资料起来，它值得被划定保留区吗？这个地方的早教地形哈，是我在台湾那样子走这段时间里面，我最惊讶的就是它。我们知道藻礁跟珊瑚礁都是生物造礁。那珊瑚我们要看珊瑚，一定要潜到海里面去，你一定要背着气瓶啊，或者是至少你要穿着潜水衣才可以看到珊瑚里面的生态。那藻礁你可以站在水面上，可以看到里面的很多的生物。那潮池里面的生物，你就可以站在你这样子的环境，只有这个地方有。那我这样子调查的。这样子这么多年来，我觉得很心痛，就是它的生物一批一批的死掉。我只要看到那生物一批一批死掉，我就很难过。然后甚至我看到那些生物还没有死，然后它只是行动很缓慢，因为它的水域的污染，所以造成它的那种活力很差。像这样子的生物哦，还是会被抓到鱼市场去卖。所以在座的各位都有机会会吃到这样子的生物，就是它已经被污染了，但是它还活着。这样子的生物，你吃到身体里面一直累积那样子的毒素，你们会生病。谢谢刘博士的呼吁哦。科长，我这边要请教一下，你刚刚说到研究资料很重要，刘博士这边目前他们所累积的研究成果，特生中心这边难道还不足以支撑我们刚刚讲说他要公告的一些程序？那还有哦，现在在做，如果说还要另外再走一条研究路，会不会制造成一种空窗期？可能就会在这个保护上的程序上就落后了，会不会有这样的担心跟忧虑？这个目前藻礁的危机，实际上是台电、中油、水利署这些公家机构的设施造成的，还有就是工业的废水、污水的偷排和工厂密集造成的。那在这些的情况之下，目前所有的危机里面最紧张的，我们其实大家都认同就是工业废水的偷排。然后，那目前工业废水偷排这部分，我们已经在做了，其实都持续有在做。只是最近这2年是真的，就是工业偷排，大家的公德心比较，厂商的公德心比较不好，工业偷排增加。我们最近是真的是在加强办理。但是对于保护藻礁这部分，我刚讲了，第一个，我们的研究并不是要研究藻礁是不是值得保存，这点我们一直都很确定，藻礁本来就是该保存的。但是保存的时候，我们除了针对这些，我们政府应该站在更高的高度。因为假如今天藻礁它除了工业废水的污染，假如这部分我们成功的遏制了，那另外它还有就是海洋的洋流跟海岸的变迁，这些大环境的问题，我们假如没有办法了解的话，今天我们画起来的范围，画大画小其实都有影响。然后画了以后要怎么保护，也必须是政府就是要拿出对策来的。好，乡亲朋友哦，你谈到是为对面度特别针对你关心藻礁提出几条个看法，还有了下做个进度哦。唔啲乡亲朋友对几条个讲法，还有顺便就7个想法，也系讲建议会提出来干么？来开始一下啊，来个先生。我觉得政府真的是这种在那边推脱啦。我觉得像工业的废水，我们已经知道在什么地方排出来，难道不能派人长期的站岗定点进驻？是啊，我3个月我就不再相信这个工厂能够撑得住，难道不能够长时间的监控吗？那另外一个，我觉得说很多的东西是时间啊，是已经非常的急迫，没有办法再说像你们再去研究，
我刚刚觉得我们那个委员啊讲得非常好。我觉得时间，我们现在在抢的是一个时间呐，那我在讲说，我们这个相关的一个单位，我觉得我们县政府也很可怜，是不是不能够对抗这些国营事业？我们这边很多的污染是来自于国营事业，是不是我们的县政府、地方政府不敢跟中央跟这些国营事业抗衡，还是有其他的关系？他就可以大家乡亲朋友让你分享一下吗？来，信上。当然，我们必须先划定之后，在划定的范围之内呢，我们才能够去找出对这个划定范围的这个危害源嘛，而不是去找危害源再来划定。所以农业局的长官，您倒果为因啊。第二个，他刚才有讲漂沙泥土的破坏，这是属于大自然的破坏。我们是针对人为的破坏，大自然的破坏我们认了，鼻子摸着，不能对天争嘛，我们没话讲。所以刚刚农业局的这个长官讲的，我也不太同意。感谢大家乡亲的发言。你先协会下，针对大家乡亲朋友所提出的个讲法，等下协会下眼皮高准的强调，你推动个里边，先协会下眼皮高准的讨论个现场。到村民大会嘅讨论现场，你根本系来到土壤嘅新物项哦，那个业务种植嘅面条签，其中按多嘅新物项，还有观音项嘅客家乡亲，还有推动下里边，向后咧讨论哦，你下大家都仅有建议，那个惯性走教多大用办保护哦。胡科长，刚刚你也听到好多乡亲们的意见哦，希望无非是利用现有的资源，可以加快的脚步，甚至认为研究的工作跟化石保护区来进一步保护，可能可以并行不悖。这方面他们的声音你听到了吗？刘博士的资料我们也都有看过，也非常尊重，也觉得这个是对藻礁的这些年来最详尽的调查。但是我们这边依照法令，它必须要有一些就是保育的策略，我们必须要有一些实际上的策略。举个例来说好了，藻礁它现在的海洋的物理性的环境是怎么样要克服？那它的海水里面的化学性的物质是什么？因为假如划设自然保留区，它很简单。第一个，附近假如周围远的地方有偷排作用，第一个它会不会影响到这里？影响到这里以后，我应该把谁移送法办？因为自然保留区的法令是很严格的。第一个就是说，它不太愿意，不太能够让人家进去，好，除非是特殊情况。第二个，影响这边的自然状态，我们就必须县政府就必须把人家移送法办。那移送法办这个做一个行政处分的时候，对政府来讲就必须要有一定的程序、一定的数据、一定的依据。所以我们不希望就是说县府就是划设保留区以后，但是对于周边的环境的影响，然后一筹莫展，没有办法拿出实际的解决方法来。然后接下来就是一旦是划设，就变成政府无能的开始。基本上我们还是希望能够让数据说话。为然，用长期咧课中嘅意思系讲，划咧个保留区电都系一个麻烦的，政府冇办法做事情，系安用吗？那实在冇了解，同县政府用一定坚持吼，我调查都某个长途吼，这样做的来保护。简单的就想，以前吼，采呀这个冇按照开发，冇按照工业区排放污水的时间，藻礁活得比较好诶。所以表示讲，它不要特别洋流，什么酸碱度、海洋污染什么样，你只要是呛的水、冇污染的水、没工业排放的水，我相信基本的保护是就足够了。那至于说要再积极的，因为它快剩下一点点，好，改个范围都越来越小，你要再积极的、进一步的。好，再去保存它，甚至说你为了要扩大保护，你怕因为附近再远一点的工业区排放的部分，你讲讲，因为它受到洋流的影响，所以它原来不在附近的工业区的铺ฝุ่哈，它可能就是污染到了，排放的那个水污染到了。可是我们回来想一想，大家工业区其实都有污水排放的管制呢，嘿，唔係講
咱我一直工业区嘅污染排放了吼，流到鸦片落，然后做鸦片，所以讲然后就知民用诶。英国按样讲，藻礁基本上保护它就是必须要干净的水、干净的海洋，但是工业区嘅污水排放基本上都冇办法有污水排放，因为它分布嘅标准，规定咧按严格冇用嘛。其实係執行嘅問題，所以主要係我們每一個工業區污染的那個廢水污染，只要不要它有偷排，不要有繞排，好，那真的是徹底執行的話，原則上其實狀況就沒有我們想象嚴重，就不會加速藻礁的死亡。理解公部門在程序上它有一定必要的依法行政的必要啦，哈，那暫定有可能嗎？基本上我其實還是問題回到剛才的我們講的哦。我們並不是怕罰錯哪個工廠，因為工廠工業區它的排放污水它都有一定的限制，然後那原則上大環境一定是出了什麼問題，所以藻礁才會現在急速的死亡。我們是要找出這個原因。那除了我們知道的，除了海洋的污染之外，海水的污染、上游河川的污染，包含上游河川哦，不止工廠哦的污染之外，另外。我們請教了許多專家，許多專家也告訴我們，實際上我們對於海岸的變遷跟海岸洋流必須要有更深切的了解。因為藻礁這個東西它之所以存在，有它歷史上的意義，有它自然生態上的意義，但是生態洋流目前就我們所知，台電的都體做了，藻礁就出來了。藻礁出來了以後，接下來又因為做了那道海堤，然後因此使得藻礁又會慢慢的在幾年之內可能會不被覆蓋，就被會被就是死亡。所以其實實際上有很多不只是污染，還包含大環境，就是海洋變遷跟海洋洋流需要我們研究的。那桃園縣政府在這邊是認為，就是說，有一些東西並不是我們今天看到頭痛一頭、腳痛一腳就可以解決的。我要這邊請教中央主管機關哦，根據94年文資法修改之後哦，過去可能是由中央來指定，那現在地方的縣市政府有地方的自治權可以來指定哦。那依照文資法裡面的細則規定，當縣市政府該作為而不作為的時候，基於中央的政府角度，你們有所謂的監督的立場，在期限之內而應有作為哦。針對這部分，那你的回應又是什麼？其實，在立法院公聽會裡面，他就希望說桃園縣政府，如果是說暫定地景沒辦法畫的時候，希望我們行使文化資產保存法第101條。就剛才主持人所提的部分，那當然這一部分來講的話，它的條文裡面就是說，那個主管機關一定期限內屆時不作為者則代行之嘛。那當然那個我們當初有跟桃園縣政府協商過，是。那桃園縣政府說他要拿出1000萬出來做研究。那這一部分來講的話，我們有請教過文化，其實文資法裡面主管機關有2個，一個最主要是用現在文化部，因為這是有古蹟的部分，還有自然景觀部分，當然是由我們來。那可是這一部分代行的部分的這種沒有作為的部分，我們有請教過，因為畢竟這一塊還是文化資產保存文資法啦，對，然後我們來請教過，他說其實這個根據行政程序來講，不得作為是他什麼都不做。那現在他願意那個提出一些經費來做研究，那當然這部分大家又會罵我們說我們不做，可是我們有當初會議裡面有些說，我們在8月底的時候看桃園縣政府，如果今年8月底，對，我們當初會議裡面有提出來，就是說希望桃園縣政府8月底的時候，我們再開一次檢討會議，好，那看桃園縣政府的做法。你看到哈，其實藻礁物料自然保留區，佢嘅代表意義，你聽下講到，對那個法源的依據是在文資法這邊哈。當然，民國94年有一些改變了哈，它的指定單位可以來到縣政府。看到啊，其實包含上種類別兩篇都講清楚看到，你個關心藻礁，無論係佢個生態嘅價值啦，佢個特別嘅體型、體積，還有佢有研究來觀察、教育研究嘅價值，全部都會得到肯定。不只是胡科長、管組長哈，大家都是積極肯定這個藻礁的價值。所以講，對啊，大家也經正義就係那個長時間問題哦哈。農委會讓政府會舉辦那個體風水明會，就是剛剛我們組長講到的公聽會，有這樣一個程序之後呢，再來擬這個可行性的評估報告，還有它的範圍劃設。也就是說，照現在縣政府的他們的研究進度，還正要發包做研究之前，其實這個關心藻礁的這個所謂保護的範圍都還沒有被界定出來啦。當然也是因為這樣，所以應該向進長為按基本用講，等到劃好可能咧藻礁都死強強咧哈，可能會用按一個修理啦哈，他就看到去規範，這剛剛也是成了一個
争论的焦点哦，就它是属于法定区域哦，不再只是一般的观光游憩的场合，普通人非经过申请是不可以进去的。所以刚刚我们的博士也有讲到，还有乡亲也提到讲，也系讲那个保留区、挖区咧，完全总得来利用，乡民走不进去的地方，无法认识那个地方，可能对他也无法就是会无感哦，对那个自然保留区可能都会降哦。所以呢，这个法定区域的它的最高标准的规格，是不是也有要讨论的空间哈？那当然，我们再来提到说，自然保留区现在台湾陆续针对看到这种珍贵的生态资源都开始来增设了哈。像这案例部分，其实现在全台湾大概这个数据是有21座啦哈，包括我们最早期从淡水河的红树林，一起到我们最近今年也有一个新的案例，就是旭海的棍韧皮哦。你出名台湾呢，其实也有许多品种嘅受惠，是一个可以讲，该用些品种染政府嘅染种哦，都进入了部分，先划设了暂定保留区，争取了半年到1年的时间做研究调查之后，后来就很顺利的划了保留区，它算是一个台湾的典型。这边问题我要请教刘博士，就从屏东县政府曹启宏县长他划定这个观音皮的这个自然保留区的案例来看哦。我们这个关心藻礁是不是也可以复制这样的经验来做更多？我必须要很郑重的跟各位讲，我在海岸那样子走20年，我没有看过一个海岸里面是没有鱼、没有藻、没有任何生物。那桃园里面竟然有10几、将近20公里的海岸是这样子，这是。可能你们到现场去看都会很讶异，可以让而且这种情形哦是维持了大概应该有20-30年的景观了，不是最近。那这个也是这些污染都是县的工业局，而不是中央的工业局，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桃园。县政府应该是要把这个责任扛起来。那有关于那个阿朗伊那边划设，当然它有它的那个条件。那我比较起来，关心藻礁的划设不会比阿朗伊难，因为在地的居民大家都很支持。而且我为什么会特别选文化资产保存法呢？因为我们的渔业行为，在那边捕鱼的行为本来就是文化资产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必须要把我们的整个传统生活、合理的渔获的那些生活都纳入我们的文化资产的保存，然后包括将来有那种生态解说，要知道藻礁的生态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些都应该要纳入我们的文化资产，在经营管理的策略里面去把它说明白，那样子不但全部的居民都可以享用那个地方，而且可以让大家更了解这个地方是世界的珍宝，是一个天然纪念物。那么多年，这么几千年的那个累积，那如果是没有这样子的保护的话，那有可能这样子消失。所以刚刚县政府的胡科长讲到说，他如果会变成法定区域之后，如果民众没有经过申请随便进去，要抓起来5年以下有期徒刑哦。那其实，在文资法的法源，他刚始设立的精神来讲，包括居民适度的捕鱼行为，都是文化行为的一种。其实它是有法律的弹性的，是这样子哈。好，你啊，快防险从不你个用气哦，你都有进对两个部分，还有嘛个意见？你先快防部还蛮讲过，了解线上。我哋安尼吼，关心幸福那边吼，看了藻礁啊，看10公园呢。全台湾吼，你也是剩安尼两位，很强力，很看得到侏罗，吼，很看得到，该到藻礁出来上了。突然吼，我关心200个，该到所有的海岸吼，全部是强强。所以我讲吼，安尼人行寸了地吼，很动态地，将近为3公里。好，那呢？当这的所在，安好的东西吼，是撇的人士来讲吼，该阻止划定保护区咧，想办法来保护，认为了是保护起来吼，对安尼民众动好，了系水涵白会动枪，涵白讲水系强来吼，人还是会来，安尼用安语讲保证胜利做了动好做。你话课中又讲到，记得我又昌是而又进程啊，对那个共犯你做得接受吗？我认为吼，该并行不悖。很有当时跳跳就提起讲吼，很咪讲涵白去做保护区吼，安尼民众是做唔得落去，冇那样的事情，该骗安尼的，最尾去跳去就啥？安尼的主管机关可以是当地的需求，有特殊需求的时候，做得落来啊，因为做唔得，即使我人老讲做唔得，吓安尼的，冇必要划设，不要划设自然保留区。啊，了解乡亲。了，安尼我新母乡的藻礁吼，本来特别了片的是嘿，
冻降的沙滩呀。冻降诶，冻降，全部沙滩，挨讲挨把，这摆出了回顺的欠久啊。挨把挨讲啊。挨滴。欠同挨俩推出摸的啦。所以目保留起长做得绕去春雪下去安样嘿。啊，你喺村民在伊犁啦，伊犁吼，下摆讲比下个月捌落，你喺村民啊，做唔得落雨。干油个山，咱的生活吼都完蛋啦。所以对啊，潘先生就会讲多讲，其实俩系法有弹性的部分啦。好，感谢村长嘅意见。你根本想不想甲向总要来到现场？针对俩个大家都关心的问题，你系向自重，你也宽泛用办心。我是乡长，我有一个疑虑，我要请教一下在座的贵宾。你划定为一个保护区以后，我们永新村的海堤还有200多公尺。您刚刚讲海堤会影响到藻礁，问题是你海堤不做，海平面已经上升了。现在的台风季节，整个海水都会灌到我们这个农田这边来的。是。那有空我们去看，没有做海堤的部分，慢慢已经在侵蚀了。那我们还有200多公尺海堤没做，那你们不让我做，那就是一个缺口。那藻礁1年只长0.1公分，海水1年要上涨1公分以上，1公分左右，因为地球暖化的关系，所以这个问题很严重。哦，好，所以你小李讲出来了哈，谢谢你的意见。专家们，你们要保护藻礁，我是要保护人民。好，那这个问题我们又请来宾来做回应。还有其他乡亲朋友进对那个讨论，还有讲法讲，那个小吉好嘞。刚才我们的胡科长讲的，要最近才要去花苞，要去做进一步的调查，我觉得很奇怪哎，挺慢的。是啊，好奇怪啊！我觉得再不赶快划设的话，最近我们的一些民众一直听到我们藻礁的曝光，要带领人家来看藻礁，他们说要来捡贝壳回去。我听了我就觉得好糟糕哦，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受污染那么多，大家再来捡贝壳带回家，那我们的生态要怎么活啊？我们希望尽快能够划设自然保留区，让我们这一块土地尽快保留下来。你说工业废水污染，其实这就是早就应该要做的，跟我们的藻礁保护应该是两码事。还有其他乡亲朋友会反映的吗？两个乡亲你好。我们一直在谈污染哦，我想我们的县政府真的非常辛苦，只有少数的人几个人在查污染。那每一次我们村里面有污染，我相信县政府来都是很慢。但是这是根本上的问题，为什么没有办法落实到我们的社区里面来做？为什么没有办法落实到我们地方的政府清洁队来做？因为唯有更多人力来稽查，才有办法抓到那个污染源。好，人力问题。对，第二个，既然这个藻礁要保护，我想应该是解除我们地方上的疑虑。我们地方上就里面有疑虑，为什么有疑虑？这个一定要开公听会，让所有的法案在制定法条的时候，我们的村民一定要都能够了解，完全的了解以后，才能对这个法案才能够充分了解，才会支持这个法案。谢谢。支持这个法案要充分了解哈。还有乡亲朋友会反映的吗？了解。以前我们是不欢迎那个风车来我们这设，结果你们上面全部准它多少可以产那个防风林。那为什么我们保礁的话，藻礁为什么不能保留出来？你们上面以前是由上面而下，现在我们是由下而上跟别人反映，结果你们都没有办法。好的，你这由下而上的，希望政府能够看到，就是想要保护的。我们乡民的声音。还有没有？没有，我就要让这位乡亲喽。成立那个保护区之后啊，是不是影响我们的建设？如果是影响我们这边的那个10亿的建设，我想乡亲他是不会同意。你们做藻礁的保护区，然后第二个，如果那个乡亲以后没办法进去补蛮苗的话，乡亲也绝对会反对来做这个藻礁。是，第三个，刚才乡长提的那个堤防，因为要保护那个海水的侵蚀哈，堤防如果以后不能够延长的话，我想乡亲也一定会反对这个藻礁的。是，谢谢你提出你的意见看法。这边问题2个问题，我分别先请台上来宾做回应哦。我先请教刘博士，刚刚乡亲们提到，他就是会怕这个海水倒灌，然后会有时候在台风季节这种天气剧烈变化，就会影响到地方居民生命财产安全。做堤防是唯一解决方式吗？那还有不做堤防或做堤防对这个藻礁生态它的影响到底孰重孰轻，该如何取决？做堤防是一个最可怕的事情，因为是怎么可怕？你把堤防做得越高，它溃堤的时候的灾害越大。所以你现在如果好，我现在为了
这段时间你把堤防做好5米，但是如果你一次的大水，它如果承受不住一溃堤，那个范围就很大。我倒觉得藻礁它本来就是一个天然的那个消波块，它可以消很多的海洋的能量。那如果你不做堤防，本来藻礁正常的海岸线应该是怎样？一个藻礁区里面是一个西湖，那个西湖就是你们可以好好利用的，里面一定有很多的渔获。那如果你们维持成天然，其实现在荷兰很多地方都是已经还地于海了，所以你们应该要有这样子的感觉，就是我们让这个藻礁区后段的这个区域呢，让海水自然赶潮，让那个地方可以把海的能量在那边消能，就不会去侵犯到你们真正的民宅，不然你们做一个大堤防啊。我可以预测下一次很大的灾难就是溃堤。这边胡科长，我请教，刚刚好多位乡亲都有提到哦，其实如果顾虑划定保留区之后，居民无法跟这块保留区之间产生联系，他生活也无法以它为依归，当然就会无法得到支持。那我想提到，刚刚很多细则其实它都有弹性的部分哦，包括捕鱼也好啊，采建水也好，其实是不是一种文化行为？从文资法的法源精神来看，它其实是没有相违背的。不晓得你这方面的解释是怎么样？这个我必须要重新说明一下，我刚刚并没有说居民进入就是犯法的。一般人划为自然保留区以后，他进入是要经过申请许可的。然后，但是我刚刚讲的说触犯刑法的这部分是，他假如改变这边的自然状态，像是他破坏礁体或者是海洋洋流进来，所以我没有说是进去就要犯法，这一点就是说明一下。另外就是说划保留区。这个海岸是不是那我可不可以这边先请教个问题哦？保留区当然是看重它生态价值，需要永续维护哦。那将来在地的居民，无非是在它的环境教育的价值的宣扬或利用上，是不是民众是可以进到保护区里面？经过申请的话，依照法令来看，哈，原则上是所有的进去的行为都必须要经过申请。好，那但是就是说，这个变成将来的管理机关就必须面对一个问题，他可能要把这个保留区当做一个封闭的场所，因为既然所有的进去的人都要经过申请的话，那就变成一定要有一个管制口，有一个出入口。那地方政府必须能控管所有进去的人，他做些什么，在里面做些什么，所以必须要有个完整的计划。那所以在法令上面解释，我这必须重新讲清楚，就是说它是规定进去的人都必须经过申请。那至于他申请的目的，这就是地方政府要管理的。其实人为的破坏，再大的破坏都恐怕比不上大烟囱、大工厂那种废弃污水的排放，那种空水毒污所产生的伤害。那划成自然保留区是希望保护这个环境不要受到污染，但是人民适当的使用跟它产生一种文化行为，可能是我们可以另辟思考的地方。我快访本台噶两解向前，好，你反映过后，当个强推当内边内做结论，了解线上。我第一件事情我讲。好，一开始县政府提拨1000万，不是提拨，应该讲自筹1000万。自筹1000万。我想请问你，这1000万是用在哪里？专家学者你们的研究费用，可是我们在场的所有从10几年，甚至20几年，甚至30几年都在地耕耘的人，曾经受过政府的1块钱的补助吗？你这1000万是不是也有把它提拨一部分的跟在地的人民、在地的团体结合起来，来共同在维护这个藻礁的生态？我想这个是我认为很重要的一个议题在。所以你觉得民间的力量也是应该被运用的？其实民间的力量大过于我们政府的专家的团队啊，因为民间的力量基本上它是全部都站住在本地，它是随时随地的。那这个部分我是可以建议啦，因为在地的老百姓都是自己掏腰包所拿出来的钱，所以这个部分我是认为政府应该考虑进去啊。谢谢。好，非常感谢你个乡亲的意见，全部一个乡亲朋友，是不是有一个叫原住民保留区？原住民保留区的原住民同胞可不可以在那边进行他们正常的生活？啊，这是毋庸置疑的，对不对？然后呢，其实划定保留区之后，村民不但不应该被禁止，本地村民应该要有优先进入生计活动的这个权利，优先哦，大家记住。非常感谢乡亲今晡按连夜个提问哈，让你对个意见表达出来。好，两下问题哈，我们先请教管组长，针对居民今天所提到的，希望能够善用并且珍视民间的活力跟能量，然后呢，还有针对今天他们提出的
问题哈，再请你一并做回应跟结论。现在大家认为政府设保护区才是有用的，你们才有信心。那这方面我们会去持续的努力。是可是我觉得这种实际上的推动的精神更是重要的，希望大家能支持。那我们也会朝这方面去努力。这方面，因为我们中央我们运局有这种推动的工作跟这种经验。其实我们在山坡地，我们现在在巴烟共寮，其实这种水梯田也是一个里山倡议的精神，我们在推动的。那我也希望我们这边是将来是我们一个是不是能够达到所谓这种国际上里海的精神，让我们整个观音乡这边的或新屋乡这边的海岸的这种能够恢复到以前的容貌。好的，那当然这是我们的期望，也是我们的目标。谢谢。谢谢管组长、胡科长。现在看到中央的林务局他们的积极哦，他们可能很快吕局长就会亲自来到这边跟社区居民来讨论，来现场实地会勘哦。那针对像中央的林务局已经有这样积极做法，针对乡亲们那么多民间的活力，还有他们的期盼，深深的期盼，您的回应与决论。其实县政府这边也是在思考，就是说。我们有把这个社区保育纳入我们这个研究范围之内，因为社区可以做些什么事情，怎么样建立巡守机制，然后怎么样，然后把这个社区活化起来，怎么样找产业让社区再生，这都是我们的考虑的方向。好，感谢寇总。请问立委哦，吼，蓝政府讲为期待了解出面提出几条个力量，不过对立委个立场，伊又会用办对港都蓝政府港都重用了片来做喊卡好个报复。嘿。因为新福观音用安于港鸦片，喺台湾唯一同海巡的客家种，所以对因来讲也在文化一部分当然都喺桃园政府天意都喺嚟面对的。那天意当然因海巡也早教喺保护的部分那桃园政府今年以8经费来做研究来做保存当然乐见其成。但是县政府一定要了解到也下因为。人家环保局污染的部分冇处理好，冇严格的执行，所以讲今日咧早教存嘅2公里的前后嘅2公里，我用来保存，我统计当作体育业务的事情，唔係讲等到研究好，也係講等到較了解以後，將來做積極的作為。那因為個安樣確實唔係一個地方的父母官應該要做的，所以講希望呢，身為一個地方政府。还有身为中央的政府，还包含我们立法院，其实大家都遇到也早教的问题，我本人后头的咨询的看到，以前的时代，以前的个物卡，用的来用的来生存，用的来生发，亚种的文化面貌，事实上是有必要大家努力把它保存下来的。好，非常感谢李委哦，不但要为自己想，还要为我们的后代万世万代的子孙着想。刘博士，刚刚乡亲们都极度肯定你是早教专家。从你认识早教这么的熟，这么的深哦，告诉我们早教的呐喊，早教的悲痛。最后时间交给你。我到桃园我发现桃园的基地真的是多样到它可以在很小的范围里面有西湖，然后有礁岩地形，然后还有沙丘，还有红树林，这样子的地景在台湾没有这样子，其他的地方是这样。那我们就以很人本的角度来看，就是人的需求来看。早教它可以躲很多的小鱼，那些小鱼呢，长大之后就会变成海里面的大鱼。如果早教把它破坏掉，那些小鱼，那个大鱼的小鱼阶段没有地方生存的话，就海里面就不会有大鱼。这不是只有过鱼的问题，就是过度渔捞的问题而已。只是我们把鱼的那个生活史切断了，没有那个小鱼可以存活的阶段。然后还有我们把眼光放大一点，这个天然地景它累积那样子6、7千年，而且它很特别的是，它可以突出水面上大概2公尺，因为它退潮的时候是可以退到2米，所以它突出水面上2米的那个高度这是那个世界奇景我们把眼光放远，它是一个国际级的自然地景，你又可以看到地景，又可以看到生态，这样子的环境，难道我们不要好好珍惜吗？谢谢。非常感谢博士还有3位总共有4位嘅来宾，都针对基本嘅讨论做出的回应哦。你出面大会都来到了片，来关心早教啦，乡亲朋友强下来开讲，希望做得清楚一个办法咯。不过咧关心早教嘅保育还有方法做法，因为听年出面大会基本讨论暂时结束就停止，下回下来还会继续做嘅事情很多，也希望有一个好嘅未来。感谢乡亲朋友嘅收看，也祝福大家平安快乐。